你平時去街市或者海味鋪，係咪都好鍾意買花膠同埋各式各樣嘅魚嚟煲湯補身？但你知唔知有些看似滋補嘅魚類同花膠，食錯咗，隨時會變做體內嘅致癌毒素？今日我就要同各位老友記同埋關心家人健康嘅朋友，仔細拆解下呢個震撼全港嘅飲食真相。香港人最注重養生，逢年過節或者平時屋企煲老火湯，做節食飯，餐桌上面點會少得魚同埋花膠？花膠喺大家心目中一直都係高檔滋補嘅代表，富含膠原蛋白，老一輩更加視為養生聖品，覺得食咗對關節好、皮膚好，甚至覺得過咗50歲更加要多啲食嚟滋補身體。但係最新的食品安全同埋癌症研究報告指出，市面上某啲劣質、過度加工或者處理不當嘅花膠，甚至係某啲大家食咗幾十年的特定魚類，竟然暗藏住極高的致癌風險，甚至被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列為最高級別嘅1級致癌物。更加可怕嘅係，某啲隱藏喺魚肉入面嘅致癌因子或者寄生蟲入咗人體之後，可以靜悄悄咁潛伏20-30年，平時完全冇症狀，等到幾十年後發現嘅時候，已經演變成肝癌或者膽管癌。而排喺致癌名單第一位嘅嗰種魚，大把香港人仲好似執到寶咁，花大把錢買返屋企俾屋企人食，特別係年過50歲嘅老友記，身體新陳代謝開始減慢，器官解毒能力下降。如果盲目食呢啲食物，唔單止補唔到身，反為等同喺身體入面養大啲癌細胞。到底係邊幾種魚咁危險？花膠又點解會由滋補聖品變成致癌隱患？我哋先由大家最關心嘅花膠講起。花膠本身係大型魚類嘅魚標乾製品，傳統中醫同現代營養學都認同，優質嘅花膠確實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多種微量元素。但問題並唔係出喺天然花膠本身，而係出喺市面上龐大嘅利益鏈同埋不良相反嘅加工手段入面。大家去海味街或者藥房買花膠，係咪見到某啲花膠通透雪白，賣相極之吸引？好多老友記以為越白越乾淨，越雪白就代表品質越好。其實呢個係一個極大嘅誤會。為了令劣質嘅魚標，甚至係腐爛有異味嘅低價魚標賣個好價錢，某啲不法商人會使用大量的化學漂白劑，例如高濃度的雙氧水、過氧化氫，甚至係工業用的二氧化硫，進行浸泡同漂白。呢啲化學物質穿透力極強，會深深滲入花膠嘅纖維組織入面。如果長期食用呢啲經化學漂白嘅花膠，化學殘留物會喺人體內累積，強烈刺激腸胃道黏膜，造成慢性發炎，更加會加重肝臟同腎臟嘅解毒負擔。現代醫學已經明確證實，長期慢性發炎加上化學毒素嘅累積，係誘發細胞基因突變，引致消化道癌症同埋肝癌嘅重要誘因。除了漂白劑之外，花膠嘅另一個隱患係重金屬超標同埋油脂氧化變質。大家要知道，製造頂級花膠嘅魚標，通常來自大型嘅深海魚類，例如黃花魚、鱒魚或者深海大魚。呢啲深海魚喺海洋食物鏈嘅頂層活咗10幾年甚至幾十年，身體入面往往累積咗大量的重金屬，例如甲基汞、鉛同埋鎘。魚標作為魚類嘅器官，同樣會積聚呢啲毒素。更何況花膠如果喺儲存過程入面受潮，或者相反處理不當，入面殘留嘅魚油會發生嚴重嘅脂質氧化，產生大量的醛類物質同埋自由基。呢啲氧化油脂帶有微毒性，長期食用等於直接將氧化毒素送入體內。過咗50歲嘅老友記，肝臟解毒功能本來就喺度衰退，呢啲毒素就更容易喺體內堆積，促進癌細胞嘅滋生。講完花膠嘅陷阱，我哋再嚟睇睇最新公布嘅致癌魚名單。喺呢個名單入面有幾種係香港人餐桌上面極之常見，甚至被視為古早味或者珍饈百味嘅魚類。排喺致癌魚名單第一位，亦係大家最容易忽略嘅就係中國式鹹魚。好多老友記聽到可能會好驚訝，鹹魚蒸肉餅、鹹魚雞粒炒飯，呢啲唔係香港人食咗幾十年的傳統美食咩？點解鹹魚會變咗致癌第一名？
其實早在整整20年前，世界衛生組織轄下嘅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就已經正式將中國式鹹魚列為1級致癌物，意思係有足夠嘅人體臨床同科學數據證實佢對人類有直接嘅致癌性。鹹魚致癌嘅核心原因出喺佢嘅醃製同加工過程入面。傳統嘅中國式鹹魚喺醃製嘅時候會使用大量的粗鹽，而且喺發酵過程入面，魚肉入面嘅蛋白質會分解，產生大量的次級胺。呢啲次級胺同鹽分入面殘留嘅硝酸鹽或者亞硝酸鹽結合之後，會喺魚肉入面形成一種化學結構極之穩定嘅強致癌物——高濃度的亞硝胺化合物。當我哋將鹹魚食落肚，或者喺高溫煎炸鹹魚嘅時候，呢啲亞硝胺會大量釋放，直接作用喺我哋嘅鼻咽部同埋腸胃道。臨床流行病學調查發現，華南地區特別係廣東同香港一帶，鼻咽癌嘅發病率喺全球範圍內都屬於極高水平，所以鼻咽癌喺醫學界曾經有個名叫做廣東癌。專家經過幾十年的追蹤研究發現，呢個現象同廣東人、香港人從小習慣食鹹魚有極大的直接關係。好多人由10歲、20歲開始食鹹魚，呢啲亞硝胺毒素就在體內，日積月累破壞細胞 DNA， 潛伏20-30年甚至40年後，喺人過咗50歲，免疫力下降嘅時候，鼻咽癌或者肝癌就會突然爆發。所以鹹魚真係唔好再當成平時嘅常規菜式去食，特別係屋企有小朋友或者長者，能唔食就盡量唔好食。排第2位的致癌風險魚類係好多中意食刺身，特別係去順德或者嶺南水鄉旅遊嗰陣最中意食嘅淡水魚生。香港雖然對食品安全監管好嚴，但依然有唔少老友記或者年輕人去到內地旅遊，或者喺某啲私房菜館見到鮮甜嘅鯇魚生、大頭魚生，就忍不住大快朵頤，以為蘸啲芥末、花生油、薑絲同醋就可以殺菌殺蟲。呢個想法簡直係拎自己嘅生命嚟賭博。淡水魚生最恐怖嘅地方唔係細菌，而係一種叫做華茲高級蟲，即係大家常聽到的中華肝吸蟲。淡水魚同塘魚係肝吸蟲狼咬嘅天然宿主。利用芥末、辣椒、蒜頭甚至高濃度白酒，完全無法喺短時間內殺死藏喺魚肉組織入面嘅蟲卵同狼鱷。當你將生嘅淡水魚肉食落肚，肝吸蟲嘅狼鱷會喺你的十二指腸入面破壁而出，然後沿住膽道逆行，一路爬入你的肝內膽管入面定居。一條肝吸蟲可以在人體的膽管入面生存長達20年到30年，佢哋喺你的膽管入面不斷吸血、排泄、產卵，造成膽管組織長期反覆發炎、潰瘍同纖維化。最可怕嘅係肝吸蟲感染喺早期可以完全冇任何明顯症狀，你只會覺得偶爾胃脹、消化不良或者容易疲倦，以為係普通嘅人老脾胃虛弱。但喺呢潛伏嘅20-30年間，你的膽管同肝細胞喺慢性發炎同毒素刺激下，會一步步走向肝硬化，最終演變成極之難治、死亡率極高嘅膽管癌同肝癌。世界衛生組織同樣已經將華茲高級蟲感染列為1級致癌因子。大家一定要記住，無論淡水魚肉幾鮮美，切記一定要徹底煮熟先可以食。滾湯或者清蒸都要確保魚肉熟透，千萬唔好圖一時嘅口感而去食淡水魚生。第3種需要極度提防嘅魚類係大型捕食性深海魚。好多老友記有錢咗或者想買啲好嘢補下身，去超市或者高檔市場好鍾意買劍魚、鯊魚、藍鰭吞拿魚、大眼吞拿魚或者油甘魚塊嚟煲湯或者做扒。大家以為深海魚營養豐富，含有好多 Omega-3 脂肪酸，多食對心血管好。這個理論本身冇錯，但問題出喺魚嘅體型同壽命上面。喺大自然嘅海洋入面，存在住嚴重的生物濃縮效應。工廠排放嘅工業廢水入面含有甲基汞、鉛、砷、鎘等重金屬，同埋二惡英等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呢啲毒素被海洋入面嘅浮游生物吸收之後，小魚食浮游生物，大魚再食小魚。
大型嘅捕食性深海魚處於海洋食物鏈嘅頂層，活咗10幾年，體內累積嘅甲基汞濃度可以係普通小魚嘅幾百倍，甚至上千倍。甲基汞係一種強烈的神經毒素同細胞毒素，進入人體之後極難排出，半衰期非常之長，佢會直接損害人體嘅神經系統，加重肝臟同腎臟嘅排毒負擔，引發慢性重金屬中毒。長期食用重金屬超標嘅大型深海魚，體內慢性發炎，反應會大幅上升，破壞免疫監測系統，從而間接增加患上各類癌症嘅風險。香港衛生署同食物安全中心其實一直都有發出指引，建議孕婦、小朋友同埋長者應該避免食用劍魚、鯊魚、大眼吞拿魚等大型捕食性魚類。第4種要小心嘅係非法養殖或者環境污染嚴重嘅淡水塘魚。大家喺街市買魚，有時會見到某啲平價嘅塘魚，雖然係活魚，但如果養殖環境惡劣，水質受過嚴重污染，魚肉入面可能殘留大量的抗生素、孔雀石綠或者硝基呋喃等禁用的獸藥成分。孔雀石綠同硝基呋喃都係極強嘅致癌物同致畸物質。雖然香港食安中心抽查好嚴，但某啲不法渠道或者無牌小販賣嘅水產依然存在隱患。另外，如果魚類生活喺受工業廢水污染嘅水域，體內會積聚多氯聯苯同二惡英，呢啲物質喺人體脂肪組織入面可以儲存幾十年，係公認嘅強致癌誘因。第5種就係變質、發霉或者儲存唔當嘅魚類。香港夏天天氣濕熱，如果買咗魚返屋企冇及時處理，或者放喺冰箱太久，導致脂質嚴重氧化，魚肉入面的不飽和脂肪酸會變成有害的脂質過氧化物。更有甚者，如果醃製魚乾或者乾貨魚類喺儲存過程入面發霉，產生咗黃曲霉毒素，咁就更加危險。黃曲霉毒素係目前已知最強烈嘅肝致癌物之一，微量攝入就足以對肝細胞造成不可逆轉嘅 DNA 損害。睇到呢度，相信好多老友記都會問：既然花膠有漂白危險，鹹魚致癌，淡水魚生有寄生蟲，大魚又有重金屬，咁我哋以後係咪唔可以食魚同花膠？答案當然唔係，魚肉依然係人類最優質嘅蛋白質來源之一，含有對心腦血管極之有益嘅 EPA 同 DHA， 而優質嘅花膠亦確實係好嘅營養補充品。關鍵係喺於我哋要懂得點樣精明選擇同埋點樣安全食用。對於花膠嘅選擇，大家去買嘅時候一定要記住3不原則。第一，太過雪白、通透無瑕嘅唔好買，天然嘅花膠應該帶有自然的淡黃色或者琥珀色，紋理自然。第二，有刺鼻化學味、藥水味或者異味嘅唔好買，優質花膠應該帶有淡淡嘅魚腥香味。第三，價錢便宜得太過離奇嘅唔好買，切勿貪便宜買到化學漂白嘅劣質膠或者假膠。對於50歲以上嘅老友記，食花膠仲有一個好重要嘅營養學提示。花膠係極高蛋白質嘅食物，分子結構較大。如果你的脾胃功能本身比較弱，或者有脂肪肝、高尿酸、痛風以及腎功能不全，切忌過量進補、暴飲暴食、大補花膠，只會加重肝腎負擔，造成消化不良同濕熱積聚，反而對身體無益。至於日常食魚，我建議大家遵循食小唔食大、食熟唔食生嘅金科玉律。第一，多選擇食物鏈底層嘅中小型魚類，例如沙丁魚、秋刀魚、黃花魚、紅衫魚、橙魚、浸浪魚或者小型嘅三文魚。呢啲魚類生長週期短，體內累積重金屬同毒素嘅機會大幅降低，但同樣含有豐富嘅 Omega-3 脂肪酸，食得安全又健康。第二，徹底煮熟。無論係蒸魚、煲魚、湯定係煎魚，都一定要確保內部溫度達到70度以上，徹底殺滅可能存在嘅寄生蟲同細菌。第三，改變烹調習慣，盡量採用清蒸、水煮或者快炒嘅方式，減少高溫油炸同長時間重鹽醃製。高溫油炸魚肉會產生丙烯酰胺同雜環胺等有害物質，而重鹽飲食本身亦係引發胃癌同高血壓嘅元兇。
第四，飲食要多元化，唔好因為聽講某一種魚好，就連續幾個月天天食同一種魚。分散食物來源係降低重金屬同環境毒素攝入風險最有效嘅方法。各位老友記，養生之道貴喺明智同持之以恆。我哋追求健康唔係靠盲目聽信偏方或者花大錢買名貴嘅補品，而係要建立喺科學同安全嘅飲食知識之上，了解食物嘅真相，避開隱藏喺餐桌上面嘅致癌風險，保障自己同屋企人嘅身體健康，呢個先係最智慧嘅養生之道。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啲實用資訊可以幫到大家喺以後行街市或者買海味嘅時候，做出最安全、最健康嘅選擇。如果你覺得呢啲內容對你同你的家人、朋友有幫助，記得分享俾身邊關心健康嘅老友記，大家一齊避開致癌陷阱，食得安心，活得健康。